你係咪都試過夜晚瞓唔着，聽住自己嘅心跳聲，個心無端端慌起上嚟，又講唔出究竟驚啲乜？其實我哋心底裏面最驚嘅未必係病，而係嗰個無人逃得過嘅終點，死。尤其係過咗大半世人，身邊總有幾個識咗好多年嘅老街坊親戚，話走就走。每次去完大酒店，返到屋企，望住間屋，心入面總係空蕩蕩。我哋由細到大接受嘅教育都話俾我哋聽，生命係一條單行線，行到盡頭，肉身停擺，一切就徹底歸零，好似部電視機掹咗插頭，畫面一黑，咩都冇晒。但係如果我同你講，心跳停止嗰一刻，唔係意識嘅終結，反而係你所有感官徹底打開嘅開始呢？好多老友記以為死就是兩眼一閉，咩都冇晒。但100幾個死過一次嘅人，卻話俾我哋聽，心跳停止，其實係感官徹底打開嘅起點。你以為熄燈之後係一片黑暗，但其實嗰度有一個比現實仲要真實100倍嘅世界。幾十年前，西方醫學界有位好出名嘅學者，為咗方便稱呼，我哋叫佢做莫醫生。佢唔係咩神棍，亦唔係出家人，而係一個受過嚴格邏輯訓練嘅醫學博士。佢做咗一件當時好轟動嘅事，去訪問咗150幾位經歷過臨床死亡、心跳同呼吸都停過，最後又奇蹟被搶救翻嚟嘅病人。起初，莫醫生同所有人一樣，覺得呢啲病人醒翻之後講嘅嘢，只不過係大腦缺氧產生嘅幻覺。試諗下，如果得一個人同你講，佢喺心跳停咗嗰幾分鐘裏面，見到啲不可思議嘅畫面，你一定會覺得佢係發緊夢。但如果10個人、50個人，甚至150個人都有類似嘅經歷呢，最令震驚嘅唔係呢啲故事有幾離奇，而係佢哋驚人地相似。有啲人係遇到嚴重車禍嘅地盤工，有啲人係喺手術台上面突發心臟停頓嘅家庭主婦。無論佢哋幾多歲，信咩教，有咩背景，喺嗰短短幾分鐘嘅死亡時間入面，佢哋竟然帶翻嚟高度一致嘅記憶。佢哋第一件講嘅事就係打爛咗我哋對死亡嘅固有認知。死唔係一個黑房，唔係失去知覺。相反，好多病人形容，當醫生宣布搶救無效，拉上嗰塊白布嘅時候，佢哋嘅意識突然變得前所未有咁清醒。人類嘅語言實在太貧乏啦。我哋平時用嚟形容感覺嘅詞語，例如冷熱、痛楚，喺嗰個狀態下完全唔啱用。佢哋最先感覺到嘅係一種強烈嘅脫離感。原本因為病痛或者意外帶來嗰種撕心裂肺嘅劇痛，喺一瞬間全部消失晒。跟住落嚟嘅唔係視覺，而係聽覺。好多人回憶，意識離開身體嘅第一步係聽到一啲好特別嘅聲音。有啲人話聽到好似狂風暴雨嘅呼嘯聲，有啲人就聽到好似遠古鐘聲一樣嘅長鳴。伴隨住呢啲聲音，佢哋感覺到自己被一股好強大嘅力量極速吸入一個黑暗嘅通道。喺呢個過程入面，佢哋冇時間嘅概念，只有一種從未體驗過嘅平靜。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好遠，好似聽緊啲咩科幻故事咁。但其實早喺幾千年前，東方嘅古老智慧已經將呢個現象講得清清楚楚。《楞嚴經》入面有個關於客塵嘅比喻，講得非常透徹。佛陀將我哋嘅肉身比喻做一間客車，而我哋嘅神識，即係意識，只不過係一個過客。客車舊咗、爛咗、冧咗，過客係唔會跟住一齊毀滅嘅，佢只係執好行裝，行出呢扇門，去下一個地方。莫醫生呢150幾個病例，其實就係用現代醫學嘅證據去印證咗古人講嘅說話：死亡唔係終結，只係過客退房，推開另一扇門嘅過程。點解呢150幾個人經歷完呢個過程之後，覺得嗰個世界比我哋而家摸得到、睇得見嘅現實世界更加真實？因為當神識離開咗肉身呢個沉重嘅外殼之後，冇咗大腦嘅限制，冇咗神經線嘅干擾，感知能力反而達到咗一個極致。以前你要用對眼先睇到嘢，要用對耳先聽到嘢，但喺嗰一刻，你係用成個意識去感知周圍嘅一切。呢個發現徹底顛覆咗莫醫生對生命嘅認知。如果死亡只係一扇門，咁推開門之後，
究竟會發生咩事？最令人頭皮發麻嘅係，好多病人同莫醫生講，佢哋經過黑暗通道之後，竟然發現自己飄咗上天花板，明明連心跳都冇埋，大腦都缺氧停機啦，但佢哋不但完全唔覺得痛，仲可以一字不漏咁重複返護士搶救佢嗰陣講過嘅每一句說話，甚至睇清楚醫生手上面攞住咩架生。既然大腦都停咗，呢啲記憶到底係邊度嚟㗎？呢個脫離肉身嘅視覺，究竟又睇到咗啲咩令人震驚嘅真相？好多經歷過呢個過程嘅人都不約而同咁提到一個詞：通道。當嗰種好似狂風暴雨，又好似長鳴鐘聲嘅靈異聲音響起之後，佢哋感覺到自己被一股好強大嘅力量拉扯住，以極快嘅速度吸入一個黑冚冚嘅空間。有人形容嗰度好似一個無底深洞，亦有人話似一條好長嘅隧道。你試諗下，如果你突然間被捲入一個完全唔見光嘅黑洞，第一反應一定係驚到不得了，係咪？但奇就奇在，呢種恐懼感並無維持好耐，因為佢哋穿過呢條黑暗通道嘅速度非常之快。隨住時間推移，一個更加衝擊常理嘅畫面出現咗，跟住落嚟發生嘅事，絕對挑戰我哋平時對生命嘅所有認知。穿過隧道之後，佢哋突然發現自己竟然飄咗上病房天花板嘅一個角落頭。冇錯，佢哋由上而下望住自己瞓喺病床上面嗰個肉身，成個畫面喺呢種奇特嘅視覺下，既熟悉又陌生。佢哋睇得好清楚，醫生點樣滿頭大汗咁用盡全力去夾自己個心口，聽到護士好焦急咁遞架生，大聲嗌住急救嘅術語，甚至乎連病房出面走廊，屋企人點樣喊到呼天搶地，互相攬住痛哭嘅畫面，佢哋都睇得一清二楚。但最奇妙嘅係咩？係喺呢個原本應該係生死交關、最痛苦嘅時刻，佢哋竟然完全感覺唔到任何肉體上嘅痛楚。你諗下，有啲人係經歷咗好嚴重嘅車禍，成個身都爛晒；有啲人係被惡疾折磨咗好耐，痛到生不如死。但喺離開肉身嗰一剎那，所有嘅劇痛，所有嘅沉重，全部煙消雲散。佢哋唔單止冇驚到大叫，冇覺得凄涼，反而進入咗一種絕對嘅靈性狀態。喺呢種狀態之下，平時作為一個人嘅身份，你嘅社會地位，你銀行戶口有幾多錢，甚至乎平時對死亡嗰種恐懼，全部都變得唔再重要。佢哋覺得自己唔再係平時嗰個充滿情緒會驚死嘅凡人，而係變成咗一團純粹嘅意識，好似一個超脫世俗嘅旁觀者咁，靜靜地俯瞰住下面發生嘅一切。其實呢種靈魂出竅，以旁觀者視覺睇住自己肉身嘅體驗，並唔係現代西方醫學先至發現嘅新鮮事。早喺唐代，有一本佛教嘅古籍叫做《法苑珠林》，裏面就記載過一個好類似嘅民間古仔。相傳嗰陣時，有個修行人喺深山打坐入定，突然之間，佢感覺到自己嘅神識，即係我哋講嘅意識離開咗身體。佢喺半空中回頭望住自己打坐緊嗰個肉身。古書入面用咗4隻字去形容佢嗰刻嘅感覺，如脫比球。咩意思啊？即係好似除低咗一件穿窿爛溶溶嘅舊冬天褸一樣。你諗下，當你行完一日爛泥路，返到屋企，除低件又濕又重又執執嘅爛褸，你會唔會覺得痛？你會唔會覺得唔捨得？唔會噶嘛，你只會覺得成身鬆晒，前所未有咁輕盈，咁舒服。唐代呢位修行人嘅感受，同莫醫生記錄低個150幾個現代人嘅瀕死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吻合。無論係1000幾年前嘅古人，定係身處現代病房、新插滿喉管嘅病人，當意識真正甩開肉身呢個殼嘅時候，迎來嘅唔係消亡，而係一種徹底嘅覺醒。呢個發現逼住我哋要去面對一個好核心嘅問題。既然離開咗肉身，大腦都停埋機，佢哋唔單止唔覺得痛，仲可以將醫生護士講過嘅每一句話、做過嘅每一個動作記到實一實。呢啲細節，如果叫一個完全唔知情嘅局外人去估，係絕對冇可能估得咁準嘅。呢個鐵一般嘅事實，印證咗一件事：意識根本就唔係大腦嘅附屬品。當肉身呢間客填咗門，神識呢個過客依然係清醒嘅，甚至比生前更加靈敏。好啦，
既然除低咗件舊衫，神色飄咗出嚟，咁佢哋跟住會去邊？好多老友記由細聽到大，睇大戲又好，聽故仔又好，都以為死咗之後落到去一定有十殿閻羅，會有個閻羅王攞住條鞭，翻開本生死冊，逐樣逐樣同你清算呢世人犯過嘅錯，嚇到個個都心慌慌。但係呢班推開咗死亡之門嘅人，佢哋見到嘅完全唔係咁。當佢哋去到嗰個空間嘅盡頭，等待住佢哋嘅唔係恐怖嘅審判，亦唔係牛頭馬面，而係一道光，一道你絕對想象唔到，帶住強大召喚力量嘅光。最顛覆認知嘅係，你以為去到嗰邊會有人審判你，其實嗰道光根本唔在乎你生前賺過幾多千萬，亦唔在乎你有冇出息，佢俾你嘅係一種你喺人世間從未體驗過嘅嘢。呢道光係有性格嘅，係有生命嘅，佢唔係死物，而係一個擁有極高智慧嘅存在。當你嘅意識掂到呢道光嗰一刻，你會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嘅溫暖，就好似一個喺冰天雪地、大風大雪入面行咗好耐好耐嘅人，突然之間浸入一個暖粒粒嘅溫泉入面咁，由頭到腳，連靈魂最深處嗰啲繃緊都一下子鬆晒。呢種溫暖其實係一種無條件嘅愛同接納。我哋喺呢個婆娑世界，尤其係喺節奏咁急促嘅城市裏面，平時感受到嘅愛多數都係有條件嘅。你諗下，係咪？你細個讀書叻，考第一，父母先至開心；你大個咗揾到錢，買到樓，身邊啲人先至睇得起你；你做嘢勤力，唔駁嘴，老闆先至會讚你。我哋成世人由出世到老，就好似坐喺考場度填緊一份無止境嘅試卷，驚死答錯一題就會俾人扣分，驚死行差答錯一步就會俾人睇低。我哋習慣咗要去爭，要去搶，要去證明自己有價值，先至配得到愛。但係當你遇到呢道光，一切都唔同晒。佢唔會問你銀行戶口有幾多位數，唔會理你生前係做大老闆定係執紙皮，甚至唔會批判你過去犯過啲咩錯，脾氣有幾臭。佢俾你嘅係一份完完整整、毫無保留嘅包容。喺佢面前，你唔需要再戴面具，唔需要再扮堅強。好多經歷過嘅人話，喺嗰一刻，佢哋喊都喊唔出，因為心入面只有一種感覺，就係覺得自己流浪咗大半生，終於返咗屋企。講到呢度，可能心入面已經叮咗一聲，係咪好熟口面？淨土宗入面最核心嘅一部經《阿彌陀經》入面講阿彌陀佛，個名雲譯做白話文，究竟係咩意思啊？就係無量光同無量壽。佛經入面形容嘅佛光，從來都唔係好似探射燈咁用嚟照盲你、嚇鬼你嘅。佛光普照，講緊嘅正正就係呢種冇分別心、絕對慈悲嘅接納。佛陀用最淺白嘅語言話俾我哋聽，宇宙嘅本質其實就係一份巨大嘅慈悲。有一種民間流傳嘅講法話，呢道光其實唔係由外面飛過嚟拯救你嘅，而係你自性本具嘅慈悲顯現。即係話，當你除低咗肉身呢個充滿貪嗔癡嘅沉重外殼，你放低晒所有人世間嘅執着，你本來嗰個清淨嘅心就自然會同宇宙間最純粹嘅善意感應交導。嗰道光其實就係最真實、最虔正嘅你自己。喺呢道光嘅包袱之下，冇恐懼，冇病痛，冇世俗嘅煩惱，只有無邊無際嘅寧靜。好多病人回憶起呢一幕，都話寧願永遠留喺嗰度，唔想再返嚟呢個充滿苦難嘅人間。不過你以為去到呢一步浸下溫泉，個旅程就完啦？啱啱相反，真正嘅震撼彈而家先至掟出嚟。喺絕對嘅包容入面，呢度擁有智慧嘅光，會溫柔咁陪你做一件事，一件你喺人間一直避開、一直唔敢面對，甚至已經忘記咗嘅事。佢唔會高高在上咁審判你，但佢會將你呢一世人由出世到死嗰一刻嘅所有細節，好似一套超級立體嘅電影咁，喺同一秒鐘之內喺你面前全部播一次。你可能會諗，呢場人生回放最令你驕傲或者最令你震驚嘅，一定係你買第一層樓嗰陣，或者你攞過咩大獎嗰一刻啦。唔係喺呢塊不可思議嘅人生鏡面前，你平時最着緊嘅威水史變得毫無意義。相反，你會親身感受返
幾十年前你曾經無心講過嘅一句惡毒說話，當時係點樣好似把刀咁真真切切扎落人哋個心度，嗰種屈辱，嗰種痛楚，今次會100%反彈返落你自己身上。呢種反彈就係嗰150幾個經歷過生死邊緣嘅人所面臨嘅最震撼嘅全景式人生回放。呢場回放同我哋平時發夢或者得閒坐喺梳化度諗返轉頭係完全兩回事。佢超越咗時間同空間嘅限制，幾十年嘅恩怨情仇、悲歡離合，喺嗰個充滿包容嘅光芒裏面，連1秒鐘都唔使就已經全部鋪開晒。你唔係坐喺度好似睇戲咁睇返自己一生，而係喺同一剎那重新再經歷一次。喺呢塊不可思議嘅人生鏡面前，好多我哋平時睇得好重嘅嘢，突然之間變得毫無意義。你生前可能好威水，做大老闆，管住幾百人，又或者你好叻，炒股賺咗幾千萬，住大屋揸靚車。你以為呢啲成就去到邊度都係你嘅驕傲，但奇就奇在喺呢場人生回放入面，呢啲所謂嘅光環、財富、地位輕過條羽毛，你根本連望都唔想望多一眼，因為喺嗰個絕對真實嘅空間裏面，物質係最虛無嘅嘢，真正被無限放大、清清楚楚咁顯現出嚟嘅，只有2樣嘢：你俾個人嘅愛，同埋你對人造成嘅傷害。試諗下，你可能記起幾十年前有一日落大雨，你見到個唔識嘅執枝皮阿婆淋到周身濕，你順手遞咗把遮俾佢，或者幫佢推咗一段路。當時你做完就算，根本冇擺喺心上。但喺呢場回放裏面，你唔單止睇返呢一幕，你仲會直接感受到嗰個阿婆當時心入面嗰種無比嘅感激，嗰種由心底湧出嚟嘅溫暖。呢種善意嘅感覺會喺你嘅意識入面放大幾十倍、幾百倍，令你成個靈魂都覺得好舒服、好寧靜。但調返轉，殘酷嘅地方亦都喺呢度。我哋喺生活入面好多時為咗啖氣，為咗面子，會講啲好難聽嘅說話去刺傷人。可能係鬧一個做錯嘢嘅伙計，可能係發脾氣鬧自己個仔女，又或者係同另一半嗌交嗰陣講咗一句最惡毒嘅說話。當時你鬧完，覺得自己贏咗條氣順晒，但喺呢個回放裏面，你估下會點？你唔會再企喺自己嘅角度去睇件事，你係直接變成咗對方。你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咁感受到，當你嗰句惡毒嘅說話一出，對方個心係點樣搣一聲沉落去。你會親身經歷對方嗰刻嘅委屈，嗰種好似把刀仔鉗入心口嘅痛楚，甚至係嗰種匿埋喺被兜裏面喊嘅絕望。你當年施加喺人哋身上嘅每一分痛楚，而家全部100%甚至加倍咁砸返落你自己個心度。好多經歷過呢個過程嘅人醒返之後話，嗰種心痛同懊悔係言語無法形容嘅，因為你冇得抵賴，冇得藉口話我當時心情唔好啫。你係硬生生咁食返晒自己種下嘅所有惡果。舊陣時老人家成日講，落到地府有一塊業鏡台，死咗嘅人企喺前面，你呢世人做過嘅善惡全部都會照得清清楚楚，想瞞都瞞唔過。好多人以為呢個只不過係啲神話古仔，用嚟嚇啲細路仔唔好做壞事。但當我哋對照返呢150幾個現代醫學嘅真實案例，你就會發現古人講嘅智慧其實一啲都冇誇張，只係用咗個具象嘅比喻去講一個極之深奧嘅真理。佛家成日講因果不虛，好多人誤會咗，以為因果係天上有一位老天爺攞住本簿記低你做過咩，然後遲啲揾人嚟懲罰你。其實唔係嘅，因果根本就唔係一種外在嘅懲罰，而係宇宙間最自然不過嘅物理法則，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當神識離開咗肉身，我哋平時嗰個我執，即係覺得我係我，你係你嗰條界線就會徹底消失。喺嗰個高維度嘅意識狀態裏面，萬物都係相連嘅。所以你打落人哋度嘅一拳，其實就係打落自己度。你俾人哋嘅一個擁抱，其實就係攬緊自己因果，就係業力反彈嘅100%感同身受。喺成個回放嘅過程裏面，嗰度好似佛光一樣，充滿智慧嘅光芒，一直都陪住你。佢從來冇出聲鬧過你半句，冇話你睇下你幾自私，你抵死啦。佢只係靜靜地，好溫柔咁陪你一齊睇。
俾你自己去審判你自己。有經歷者甚至感覺到呢道光喺回放完結嘅時候，用一種好慈悲嘅意識問咗佢兩個問題：你呢一生學識咗點樣去愛人未？你喺人間增長咗幾多真正嘅智慧？呢場回放根本唔係咩地獄嘅審判，而係一場最高層次嘅靈魂洗禮。佢俾你徹底明白，我哋喺呢個世上嘅每一個起心動念，每一句說話都係有重量嘅。當呢班人經歷完呢種極致嘅溫暖，睇透咗生命嘅本質之後，佢哋覺得自己終於揾到真正嘅歸宿。但係命運往往就係咁奇妙，就喺佢哋想永遠留喺嗰個充滿愛嘅光芒入面嘅時候，突然之間佢哋聽到病房外面屋企人聲嘶力竭嘅呼喚，或者感覺到自己喺人世間仲有未完嘅責任，一股無法抗拒嘅拉力硬生生將佢哋由嗰個極度舒服嘅靈性空間扯翻落去嗰句又沉重又插滿喉管、痛到入心入肺嘅肉身入面。當佢哋再次張開眼望住急救室白茫茫嘅天花板，你估下佢哋第一反應係咩？死裏逃生，應該開心到喊啦，係咪？錯啦！佢哋好多人醒翻之後，不但冇開心，反而陷入咗極度嘅失落，甚至有啲人會嬲醫生點解要救翻佢哋。但奇妙嘅事就喺呢度發生，當佢哋慢慢接受咗重返人間嘅現實，呢班人不但冇瘋癲，佢哋嘅下半生反而發生咗天翻地覆嘅改變，活得比世界上任何兩腳行路嘅人都要清醒。既然人世間充滿咁多病痛同折磨，點解佢哋仲可以活得咁通透？佢哋究竟帶咗咩秘密翻嚟？你試諗下，如果你去過一個極度完美、完全冇煩惱嘅地方，突然間被人踢翻出嚟，跌落一個凍冰冰、周身痛嘅現實，你會點？好多人醒翻，睜開對眼望住白色天花板嗰一刻，第一反應根本唔係我哋以為嘅死裏逃生好開心，而係極度嘅失落，甚至係憤怒。有啲人直頭會怪個醫生，點解你要救翻我？嗰度咁平靜，點解要逼我翻嚟呢個世界受苦？但係隨住時間慢慢過去，莫醫生發現咗一個令人震驚嘅現象：呢150幾個人，佢哋不但冇因為呢種巨大嘅心理落差而精神崩塌，反而佢哋嘅下半生發生咗天翻地覆嘅改變。佢哋變成咗世界上活得最清醒、最通透嘅一班人。最明顯亦都係最普遍嘅一個轉變，就係佢哋對死亡嘅恐懼徹徹底底咁消失晒。我哋平時點解咁驚死？尤其係年紀越大，越唔敢提呢個字，因為我哋覺得死係一個黑洞，跌入去就咩都冇晒。我哋驚失去辛苦大半世儲落嘅錢，驚失去身邊嘅親人，驚化為烏有。但係呢班人唔同，佢哋親自推開過嗰扇門，佢哋好清楚知道門後面唔係黑洞，而係一個比現實更加真實、更加溫暖嘅家。死亡對佢哋嚟講，只不過係放低一件着得太耐、爛茸茸嘅舊衫，換個地方繼續旅程。既然已經知道終點係咁靚，仲有咩好驚？呢種心態上嘅脫胎換骨，喺佛教入面有一個好核心嘅名詞，叫做破我執。咩叫我執？即係我哋太過將呢具肉身，將現世擁有嘅一切當成係真嘅，死地住唔放，覺得呢個就係我。用翻我哋第一章講過嗰個楞嚴經嘅比喻，客執同埋過客。你諗下，如果你知道自己只不過係去旅行，喺一間客執度暫住2-3晚，你會唔會因為隔離床個客打鼻鼾，或者個枕頭唔夠軟，就同人哋打生打死？你會唔會為咗爭多張爛氈，搞到自己晚晚失眠，甚至要攞把刀去同人劈過？唔會噶嘛，因為你心裏面好清楚，我過2日就走啦，呢度嘅嘢我一樣都帶唔走，爭嚟做咩？呢班死過翻生嘅人就係真正明白咗自己只係一個過客，所以佢哋重返人間之後，生活態度完全變晒。以前可能好執着要賺大錢，要買大屋，要爭上位，甚至同兄弟姊妹為咗分身家爭到面紅耳赤。經歷完瀕死體驗之後，呢啲嘢喺佢哋眼中全部變得索然無味。你諗下，以前如果仔女白嘴或者做生意蝕咗錢，佢哋可能會激到生蝦咁跳，成晚瞓唔着。但係翻嚟之後，佢哋面對呢啲所謂嘅人生挫折，反應完全唔同晒。
佢哋會覺得，哎呀，呢啲不過係客車入面發生嘅一段小插曲之嘛，有咩好激氣啫？佢哋唔係變到冷血無情，而係佢哋嘅心胸已經被嗰道無量嘅光芒撐大咗，裝得落所有人世間嘅委屈同不完美。佢哋將所有嘅注意力轉移去一啲真正有價值、能夠帶得走嘅嘢上面。邊兩樣嘢係帶得走？喺嗰場全景式嘅人生回放入面，佢哋已經親身驗證過，就係愛同埋智慧。莫醫生記錄低呢班人返嚟之後，變得超級注重人際關係。佢哋願意花時間去聽身邊人講嘢，去理解仔女嘅難處，甚至對街邊嘅陌生人都會釋出好大嘅善意，因為佢哋經歷過嗰種因果反彈。佢哋好明白，傷害人其實就係傷害緊自己，而俾人一分溫暖，最終嗰份溫暖都會毫無保留咁返落自己身上。第二個好得意嘅改變，就係佢哋突然變得好鍾意學習。有啲原本連書都未讀過多幾年嘅地盤工友、家庭主婦，醒返之後，竟然走去圖書館借書睇，對宇宙、對哲學、對生命產生咗極大嘅好奇。因為喺嗰個發光嘅空間裏面，佢哋隱隱約約感覺到意識嘅成長係無止境嘅。吸收知識、提升靈魂嘅維度，係唯一可以穿越生死界限嘅行李，隨時都可以帶走。當然，喺幾十年前嗰個社會環境，要講出呢啲經歷係需要好大勇氣嘅。好多人揀咗將呢個秘密收埋喺心底，唔敢同人講，驚俾屋企人當佢哋黐線，或者以為佢哋腦缺氧有精神病。佢哋只能夠默默地守護住呢段記憶，將嗰份來自高維度嘅善意化作日常生活中嘅一點一滴。但正正係呢啲性格上實實在在、肉眼可見嘅轉變，成為咗最有說服力嘅證據。你諗下，如果嗰幾分鐘嘅經歷只不過係大腦缺氧產生嘅化學幻覺，幻覺通常會令人迷失、令人恐懼、令人發癲。但呢次幻覺反而令到150幾個人揾到人生方向，放低晒談親痴，活得無比踏實同善良。呢個世界邊有咁有教育意義嘅幻覺？佢哋帶住嗰個世界嘅秘密，重回呢個平凡嘅人間，成為咗我哋眼中真正睇得通、睇得透嘅人。講到呢度，可能好多老友記會諗，佢哋死過一次，睇透生死就話啫。但我哋都未經歷過，咁點算？係咪即係叫我哋而家咩都唔好理，仔女嘅嘢又唔管，錢又唔去揾，嗱臨跑去深山老林度等死就算？其實個答案好簡單，就係教我哋將條命花喺真正值得嘅地方。我哋好多人，尤其係行到人生下半場，日日喺度愁啲咩？愁個仔層樓供得辛唔辛苦？愁個孫讀書成績好唔好？愁自己百年歸老之後啲身家點分？甚至為咗幾十年前某個親戚講過嘅一句難聽說話，激到自己現時今日都仲係半夜扎醒，條氣點都唔順。我哋將所有嘅精力、所有嘅喜怒哀樂，全部都綁死喺呢啲帶唔走嘅嘢上面。但係莫醫生記錄低嗰150幾個人，用佢哋死過一次嘅經歷話俾我哋聽：當心跳停頓，醫生拉上嗰塊白布嘅時候，你將柳契、你本紅簿仔、你嗰啲恩怨情仇，全部都係帶唔走嘅。真正可以穿越生死界限，陪住你個意識去到下一個維度嘅，只有你對人嘅一份善意，同埋你呢世人積累落嚟嘅智慧。我哋講過《楞嚴經》入面客緝同埋過客嘅比喻。既然我哋都只係呢個婆娑世界嘅過客，肉身只係一間暫住嘅客緝，咁點解我哋要為咗間客緝嘅裝修靚唔靚、隔離房個客有冇得罪你，而搞到自己成個旅程都咁痛苦？所謂睇透生死，唔係叫你四大皆空，咩都唔管，更加唔係叫你嗱臨跑去深山老林度等死。啱啱相反，死後世界嘅真相係為咗教我哋點樣喺當下好好咁活。你唔需要等到心跳驟停嗰一刻先至明白咩叫無條件嘅愛，你亦都唔需要等到見到嗰度充滿包容嘅光芒先至識得放低身上嘅刺。由今日開始，我哋就可以做一個清醒嘅過客。點樣做？好簡單，當你個仔女或者老伴又因為啲瑣碎事同你頂頸嗰陣，你唔好第一時間就火遮眼鬧返佢轉頭。你試下喺心入面同自己講，佢都只不過係一個喺客緝入面受緊苦、執迷唔悟嘅人，
你用一份包容去對待佢，唔好將啲惡毒嘅說話講出口，因為你已經知道嗰場全景式嘅人生回放係真嘅。你今日拮落人哋度嘅每一刀，將來都會100%清清楚楚咁砸翻落你自己個心度。因果從來都唔係死後先至結算嘅賬單，而係業力反彈嘅感同身受。既然知道傷害人就係傷害自己，咁點解唔多啲去愛？得閒嘅時候行出公園，感受客吹過塊面嘅微風，喺屋企沖杯熱茶，慢慢品嘗嗰陣回甘，對住身邊嗰個陪咗你幾十年，平時喐啲就鬥氣嘅人，講一句暖心嘅說話，將你嘅注意力由爭奪轉移去體驗同埋 keep 住，多啲去睇書，多啲去聽有智慧嘅道理，俾自己嘅心胸越撐越大，大到可以裝得落呢個人世間所有嘅不完美。莫醫生半個世紀前寫低嘅呢150幾個案例，到今時今日依然有好多人用物理角度去反駁，話係缺氧，話係大腦神經元嘅最後放電。但其實究竟係咪醫學上嘅幻覺已經唔重要，呢啲經歷真正嘅價值，從來都唔係當成神奇怪異嘅靈異古仔去聽，亦都唔係俾我哋攞嚟做評價嘅心理安慰。佢係一面鏡，照出咗我哋平時被世俗蒙蔽咗嘅真心。佢亦都係一封寫俾我哋所有活人嘅信。呢封信提醒我哋，生命係一個宏大嘅學習過程，死亡只不過係其中一次轉機。只要你學識咗點樣去愛，點樣去提升自己嘅智慧，當將來某一日你真正要推開嗰扇門嘅時候，你一定可以帶住最平靜嘅微笑，踏上嗰個偉大嘅旅程，活着去愛，去感受，去學習。呢個就係人生最靚嘅答案。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少少啟發，不妨俾個讚，訂閱呢個頻道，等我哋一齊喺呢條覺醒嘅路上慢慢行。最後，我想同大家做個小互動，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可能係一個人，可能係一段恩怨，寫出嚟，留低佢，當係一次放低，你個心會鬆啲㗎。多謝你陪我走過呢段特別嘅旅程，我哋下期見。